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市有袂少的酒店甲夜店，自主停业14天后，伫昨开始，这个酒店陆续恢复着营业。警方是大规模来稽查，要来查看现场是毋是有当咧做居家检疫，或者是居家隔离的民众刚走出来。但是有艺场袂少民众拢挂嘴啊，要耍纸仔袋。每一个人拢用手直接咧落这钢珠啊！稽查人员要求业者游戏机台甲器材拢要定时消毒。广场的机台，每位来宾使用过以后，100%的消毒，绝对有在消毒过啊。室内空间是毋是符合社交距离？这规排纸仔台座位，这中间一定至少要隔一个。另外，台中市袂少酒店配合防疫，自主停业14天，初六暗时开始陆续恢复营业。警方大规模稽查，包厢内面酒店小姐拢保持距离，坐甲真开，甲人客嘛毋敢换相近，每一个人拢挂嘴烟。警方当时嘛全面清查，到酒店消费民众的身份，确定是毋是有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的人，偷走出来算。